对不对？有没有经验啊？哦，那个叫做结案为色，所以三个一无名生三系呀，业相、转相、现象，那个结案为色啊，就是现象。那已经呢，这个已经形成了，在虚空之间，接着山河大地呈现。所以山河大地的由来，就是我们的一念无明三系。各位都想不到嘛，会想得到吗？不会去想说呢，这个山河大地整个这个地球是我们的妄念所生发，所以这个地球不实在，是我们迷妄迷了，然后有妄心，有一念无明那个妄，迷妄有虚空，然后一空呢才立世界。有没有听过啊？不是，我们不是有研究那个耳根圆通吗？这个是文殊菩萨讲的啦，所以里面文殊菩萨有说，迷妄呢有虚空，依空呢立世界。因为这个虚空是从我们的迷妄然后生发，有虚空了以后才有世界。有世界以后才有众生，有众生以后才有业果，然后呢，世界、众生、业果三个就一直绵延不绝，就一直延续然后我们就六道轮回。这样冤不冤枉？我们冤不冤枉？所以各位要了解，我们在凡尘都是假的。咱第一环境出世拢假，都是多余的啦，多的。我们本来都是佛，因为你呢忘了，然后才落入六道轮回，然后六道轮回里面我又有贪心贪嗔痴，然后就一直没有停止，绵延不绝。所以呢，现在三道上天大开普度，已经呢指点我们本来都是佛，要我们回归本来回归到佛的状态，所以就是要努力，修的恢复迷妄都消失，没有了，不迷了，也不妄了，然后恢复光明，所有的一些不好的习惯都改掉。所以我们在修道的过程中呢，最重要就是不能有情绪，情绪知道吗？不能有情绪一落入情绪讲不讲理？迄拢不爱跟你讲理对不？坏爸爸有没有？一落情绪拢坏爸爸，人拢假叛，有没有？都是这样子的。所以最重要说到不能有情绪，我们把情绪就是能够降服，要出来的时候要降服，所以那个就